美聯樓價指數最新報139.51，按周升0.61%。若果以三區劃分，美聯港島樓價指數最新報147.08，按周升0.22%。九龍樓價指數最新報146.3，按周升0.7%。新界樓價指數最新報126.26，按周升0.67%。至於美聯信心指數最新報84.5，按周升1.7%。業主對樓市嘅信心持續走強，信心指數按周續升，信心指數持續高於平均值，預料樓價有力進一步向上。至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對本港樓市嘅影響，將會喺之後公佈嘅信心指數反映。喺全港三區之中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三個區份，分別係荃灣、九龍灣、四小龍荔枝角。若果以單位面積劃分，減價盤比率最多嘅係實用面積約430平方尺或以下嘅單位，其次係實用面積約431至約752平方尺嘅單位。